今年7·1遊行喺清場嘅時候，有231個示威人士分別因為涉嫌阻街同埋非法集結罪而被拘捕。事後有示威人士上傳咗一條叫做7·1示威者喺警署內嘅偷拍片段，爛仔警察，指責警方好似爛仔咁制止示威人士食煙。其實根據香港嘅禁煙條例，喺任何拘留嘅地方都係禁煙區，而且警員亦都有權執行相關嘅法例。9月1日起，任何人喺法定禁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內違反禁煙規定，衛生署控煙督察會即時向佢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，罰款1500蚊。除咗控煙督察同警察外，康文署、食環署同房屋署嘅指定人員，亦有權喺佢哋管理嘅場地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違例吸煙，定額罰款1500蚊。網民普遍唔認同上傳者嘅觀點，認為被捕者喺拘留嘅地方食煙已經係犯法，唔通仲要警察遞埋煙灰缸？有網民就話唔應該因為佢係示威者就要盲目支持，有錯就要認，仲諷刺拍攝者以為上傳條片上網就會得到認同。又有網民覺得前線執法人員好無辜，惡就俾人話濫權，溫柔就俾人話軟弱。有網民就話食煙嗰個係社運嘅害群之馬，令到社運得唔到大眾嘅認同。話就算抗爭有理，但係抗爭者嘅水平低都唔會成事。有網民就認出片入邊食煙嗰個就係青台節目監製楊康。而家條原片已經俾上傳者設為私人影片，但係唔少網民一早已經 back up 咗條片，再重新上傳返上網。